你好，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你知唔知道如果你過咗身之後，你會唔會去到天堂？有啲人話我唔做壞事，所以我去到天堂；有啲人話我做好多好事，所以我去到天堂。但係聖經話喺羅馬書第3章第23條話，因為世人都犯了罪，虧缺了神的耀榮。意思即係話我哋全世界嘅人都犯咗罪，所以我哋根本就去唔到天堂。就算我哋點做好事都好，點做好心又好，同埋點樣唔做壞事都好，我哋根本就去唔到天堂，因為我哋虧缺咗神嘅耀榮。同埋喺羅馬書第6章23條話，因為罪的工價乃是死。意思即係話，因為我哋犯咗罪，我哋嘅懲罰就係死。呢個死唔係講話我哋過身嘅死。聖經話喺啟示錄第20章第14條話，死亡和陰間也被並在火湖裏，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意思即係話，如果我哋嘅肉體死咗係第一次嘅死，但係我哋嘅靈魂去咗火湖嗰度就係第二次嘅死㗎喇。咁呢個火湖係同地獄一模一樣，意思係叫地獄，即係話我哋去咗地獄呢，咁就係第二次死亡㗎喇。意思即係話我哋所有嘅人都犯咗罪，而我哋嘅懲罰個個都應該去地獄嗰度，係第二次嘅死亡嚟懲罰。咁有啲人話我都唔係做好多壞事啫，但係喺聖經裏面喺啟示錄第21章第8條話，唯有膽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殺人的、淫亂的、行邪術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，他們的份就在燒着硫磺的火湖裏，這是第二次的死。臨尾佢係話說謊話的嘅人，即係話係講大話嘅人都要落地獄。上帝係想話畀我哋聽，我哋全世界嘅人都講過大話，冇一個人除咗耶穌之外，我哋個個都講大話嘅，所以我哋個個都應該會去地獄嗰度。個好消息就係，雖然我哋犯好多罪，但係上帝好愛我哋，所以上帝就喺聖經裏面話，羅馬書第5章第8條就話，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，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。上帝因為愛我哋，所以佢派耶穌嚟地球度嚟挽救我哋個罪。咁耶穌呢，就係上帝嚟嘅。喺提摩太前書第3章第16條就話，神在肉身顯現，意思即係話耶穌就係神嚟嘅，而耶穌就話佢係神嘅獨生子，因為佢係神。咁耶穌呢，因為佢係神，所以佢喺地球上從來冇發生罪，亦都冇犯過罪，亦都冇講過大話。臨尾佢釘個十字架嗰度，佢喺十字架嗰度為咗我哋嘅罪嚟犧牲自己。所有我同你哋嘅罪，耶穌將我哋嘅罪放落佢嘅肉體嗰度，然後咁佢就死咗啦。跟住佢嘅肉體就埋葬咗喺墳墓嗰度。3日之後佢翻生，佢翻生之後咁就將我哋嘅罪全部帶走晒。咁我哋點先可以去到天堂呢？喺聖經喺使徒行傳第16章31條就話，他們說，當信主耶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意思即係話，如果你相信耶穌係神，同埋神嘅獨生子，同埋如果你相信佢為咗我哋嘅罪嚟釘落十字架嗰度而死，然後葬落喺墳墓度，然後3日之後佢翻生。如果你依靠耶穌嚟救你，
咁你就得救噶啦。你要明白就係去天堂或者叫永生係一個禮物嚟，唔係一個你自己可以得到而做好事得到嘅。喺聖經以弗所書第2章第8條就話：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，也不是出於行為，免得有人自誇。佢意思即係話，去天堂係一個禮物嚟嘅，係由耶穌由佢釘落十字架度，為咗我哋嘅罪嚟死，埋葬喺墓碑嗰度，3日之後佢翻生。我哋只需要依靠耶穌，相信耶穌，咁就可以得到永生噶啦。係唔係由我哋做好事得到嘅？如果我哋淨係依靠自己話，我係一個好人，所以我去天堂呢，我哋係唔會去到天堂嘅。或者我話我相信耶穌，但係我亦都要做好事，我亦都要唔好犯罪，我亦都要領洗。你咁樣做代表我唔相信耶穌。如果咁做嘅話，我係會落到地獄。我點樣去到天堂呢？我只可以因為耶穌係上帝，佢個上帝嘅獨生子，佢為咗我哋嘅罪嚟釘落十字架度而死，然後埋葬喺墓碑嗰度，3日之後佢翻生，而我只可以需要依靠佢嚟相信佢俾份禮物我，呢個禮物就係永生，咁就可以去天堂啦。我亦都唔需要為咗去天堂嚟做好事啊，唔可以犯罪啊。如果我依靠自己呢，我係去唔到天堂嘅。喺聖經裏面有一個最出名嘅說話，就喺約翰福音喺第3章第16條就話：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意思即係話神咁愛我哋，將佢嘅獨生子即係耶穌啦嚟賜給我哋，嚟為我哋嘅罪嚟犧牲。邊個相信耶穌呢，就唔會喺地獄度滅亡，同埋我哋會得到永生啦。你要知道就係咁，我再講一次，約翰福音第3章第16條就話：神愛世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如果你真係相信耶穌嘅話，依靠耶穌嚟救你嘅話，你就永遠都唔會落地獄，你就會得到永生噶啦。同埋喺約翰福音第6章47條就話：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信的人有永生。所有相信耶穌嘅人就有永生嘅。同埋喺約翰福音第10章28條就話：我就賜給他們永生，他們永不滅亡，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。意思即係話你得到永生呢，就永遠都有永生嘅，你係唔會失去呢樣禮物。有啲人以為你相信耶穌之後，你得到永生。如果你犯罪呢，咁耶穌就會拎走你份禮物，咁你就落地獄。呢句說話係錯嘅，因為永生意思即係永遠。你一得到永生呢，永遠都屬於你噶啦。耶穌俾份禮物，你要知道就係永生係個禮物嚟嘅，去天堂係個禮物嚟嘅。耶穌一俾呢份禮物你呢，就永遠屬於你噶啦。你一相信耶穌，然後佢就俾份禮物你，佢係無論如何都唔可以攞翻走。因為耶穌係神，神係唔可以講大話嘅。因為呢個係耶穌嘅承諾，耶穌佢係唔會冇口齒而攞走你份禮物嘅。所以喺聖經裏面記載咗好多人，佢哋個相信耶穌，同埋佢哋做咗好多壞事，但係佢哋都可以去到天堂。點解呢？因為你個個相信耶穌啦。但係你要記住就係，你一相信耶穌之後呢，你就係上帝嘅仔。如果你犯咗罪，
咁上帝就會懲罰你，佢會喺呢個地球上懲罰你。如果我相信耶穌之後，我得到永生。如果突然之間我做咗壞事又好，唔去教堂又好，然後甚至乎我殺咗人都好啦，上帝就會懲罰我。上帝會令到我去，或者會坐監啊，或者會令到我有 cancer 啊，有生癌啊。無論發生咩事都好啦，上帝一定會喺呢個世上懲罰我。但係我死咗之後，我係唔會落地獄，因為呢份禮物屬於我噶啦。我相信耶穌之後咧，咁耶穌就俾份永生呢份禮物我，同埋佢俾我之後咧，屬於我噶啦。佢係冇權攞得返，因為佢係唔可以唔遵守佢嘅承諾嘅。佢個承諾就係話，邊個相信耶穌咧，邊個依靠耶穌嚟救佢咧，都得到永生噶啦。有啲人話，如果我相信耶穌之後，但係如果我突然之間我殺人啊，或者突然之間我自己殺啊，咁我就落地獄。你要知道就係永生係個禮物嚟，所以就算如果我相信耶穌之後，然後跟住我做咗壞事，或者又殺人又好，或者自殺又好咧，我始終都可以去到天堂，因為呢份禮物永遠屬於我嘅咧，因為係叫做永生。喺聖經羅馬書第10章第9條就話：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，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，就必得救。然後第10條就話：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，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。然後跟住喺第13條就話：因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意思即係話，如果你相信耶穌係神嚟，係神嘅獨生子，同埋你相信耶穌為咗我哋嘅罪嚟釘喺十字架嗰度，埋葬喺個墳墓度，然後3日之後佢復活，然後你靠耶穌嚟救你，你向耶穌話：主啊，我係一個罪人，同埋我知道因為我嘅罪而會落地獄。我相信你係神，我相信你係神嘅獨生子，同埋我相信你係為咗我哋嘅罪嚟釘喺十字架度，然後埋葬墳墓嗰度，3日之後你翻生。希望你畀呢份禮物我啦，希望你畀永生我啦，希望你原諒我嘅罪啦。如果你咁同耶穌講咧，耶穌一定會救你嘅。因為喺羅馬書第10章第13條就話：因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邊個靠耶穌嚟救佢，耶穌就一定會救佢。呢個係耶穌嘅承諾嚟。邊個相信耶穌係唔會去地獄嗰度，永遠得到永生，可以去天堂噶啦。如果你相信我講嘅說話，你可以同耶穌講，你話耶穌，你可以向耶穌祈禱，然後就話：耶穌，我係一個罪人，我相信你係神嘅仔，同埋相信你係神。我相信你為咗我哋嘅罪嚟釘喺十字架度嚟死嚟犧牲，然後跟住你埋葬喺墳墓度，3日之後你復活。我而家淨係依靠你嚟救我嘅啫，我唔會相信我自己做好事得到天堂，亦都我唔會再相信自己唔做壞事就得到天堂。我而家只係會依靠你嚟救我，因為你只可以救到我。希望你可以畀呢份禮物我啦，希望你可以畀天堂我想有永生。好多謝你耶穌，阿們。如果你咁樣同耶穌祈禱嘅話，咁恭喜你，你就得到永生啦。同埋永生就係永遠，你永遠都唔落地獄。多謝。